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早上的时间，让我们不受干扰影响哈，他能够很宁静，能够顺利来到教会，实在是感谢主，神恩待我们了哈。我们给隔壁请安一下，说台风你有平安哈，在台湾你有平安。好，所以早上我们敬拜神，领受祝福，然后下午回去要好好防台的哈，真的要防台的哈，因为照那个气象局报告说，我们一共有1471天，1471天台风没有登陆，啊，这一次会不会再逃过来？不知道。因为这个台风从北海一直到南边来，会不会听说又停顿了一下？说不定下午又跑到台湾那个巴士海峡哈。感谢主，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台风要来，但是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时间一起敬拜神。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一起敬拜。主啊，虽然有台风要来的消息，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你有给我们平安的意念。这个平安不是口头上来的，而是神同在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祝福。愿神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也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让我们知道，在人生许多变化无常当中，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神的力量、神的祝福、神的保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掌握的。感谢赞美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一起分享圣经的话，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神要对我们所说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因为台风要来哈，我们的主日学因为政府说要停班停课，因为怕小朋友出入哈，如果有变化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本来今天要举行那个升级礼拜啊，就是国小1年级要变2年级，因为他们班要改变哈，今天本来都准备好了啦哈，为了这样就是说好，那开学升级哈，我们等下个礼拜再补进行。不过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提摩太昨天有完成了啦哈。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儿童，我们安排他们能够，特别是开学日的时候，我们会赠送一本圣经给我们国小3年级的小朋友，意思是说，希望他一生有圣经跟随着他走这条平安的道路。那让牧师有一个感动说，要分享这个题目“永续的信仰传承”。我们用尽各种方法，让小朋友、让青少年来到神面前。那他怎么样走向神的道路、永续的信仰传承呢？一代传过一代呢？其实不只是人的力量，是要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从这个话题，从这个圣经得到一些学习哈。刚刚我们读了4世纪2章10到15节，这一段是描述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光彩的事啦。这段经文是他们离开神的恩典。不过等一下我们再复习前半段哈。他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是指哪一代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吗？那些干部、那些领袖都过世了。他说怎么样？还有下一代的人却不知道上主以及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事。换句话说，时间怎么那么快？下一代了，那些人都不晓得上帝了。那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总是有听过吧，有看过嘛？为什么差那么快？所以呢，剧情急转直下，说11节说，后来以色列人民得罪了上主，开始拜巴力。我们都知道巴力就是在那个迦南地他们拜的一个主神就专门这农业之神、生产之神，或者说整个大自然掌握的神还有一个女神叫亚斯他路，我们这个新闻也有他说他们离开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去拜什么？拜别的神，就是他们周围各国人所拜的神明，激怒了上主。换句话说，保护他们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的，他们不拜，然后拜了在地的
哎，奇怪了，为什么差那么大哈？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哈！而且他们离弃上主去拜巴利和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一个女神呐哈，就像台湾的妈祖一样。好了，那些事情他们为所欲为，什么结果呢？14节记载了这一个影响。因此，上主将向以色列发烈怒。烈怒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小小的不高兴，是拍桌子的烈怒。哇，这个不得了啊！烈怒是有行为的，把他们怎么样？把以色列百姓交在掠夺他们的人的手里，交给四周的敌人，使以色列人不能再抵抗敌人。哇！上主亲自干预耶！你再怎么大的力气，就打不过，就是打不过，你就是被敌人打得一塌糊涂，就好像某一种力量被控制住了，打不好。啊，喜欢看球赛的人都知道说，哎，什么这一局打得很好，下一局什么都糟糕，什么都不会，哎，好像就被力量被掌握住了哈。那第15节怎么说？他们每次出战，上主都照自己所画的是敌对他们，他们遭遇极大的苦难。哇，好好的一个承继了迦南地的产业，还没多久，天地大变了。哇，猪羊变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是要思考检讨这段故事哈。那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有遇到了信仰的第3代。信仰第3代是一个阶段哈，不是说实际的哦，我是主户啊，儿子、孙子不是。那诗记2章6到9节前半段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前面有一个前言呐，他说记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初期的状态。好，到迦南地了，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做呢？因为已经打仗完成了。一大片迦南地，他们都分割完。你如果看圣经的地图，有没有12支派哪里去哪里，哪里去哪里？哇，都分配好了。几年前我们在读啊，一起来读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啊，每一片土地都有了，除了利未人以外，啊，每一个人都有土地。那哇，有产业，那多好啊！因为他们的祖先好几百年都没有自己的土地耶，对不对？在埃及是做奴隶，在旷野。啊，朝不保夕啊，走来走去啊，哪一块土地是你的呢？所以你会发现说，人得到好几代都没有得到的产业，多高兴啊！但在高兴，在欢庆当中，又种下了他们离开神的原因，那就是祸福相依耶。成功就是失败的开始哎！哇，这个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挑战，而且碰到什么呢？约书亚过世了，去世了。以色列人缺乏了新的领导者，进入士师时期。一个重点在这里，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驱逐迦南地原有的人民。士师记1章28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强盛后，他们强迫迦南人服苦役，但是没有把他们全部赶走。这个就种下了一个种族混居，然后文化互相影响。宗教互相影响，习俗也互相影响，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影响这些迦南人，而是迦南人影响了以色列人，那才是最大的败笔。好，我们如果好好的思考哈，一个得胜的民族竟然后来输了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你做事业的、开公司的，其实很多道理都类似了。我就想到说，我们台南明年要迎接叫做建成400年，哇！听说市政府已经大张锣鼓，要准备大庆祝，因为1624年荷兰人来到热兰遮城来到台南，开始建成嘛，所以现在明年要400年。听说台南有好多庆祝的节目，那我们教会也输人不输丁，我们教会也争取很多能够用教会的角度、信仰的角度、福音的角度来庆祝纪念这个400年。
不过你知道，荷兰人来台湾才38年了，影响其实已经微乎其微了哈。就他们的文化，就留下一些小小的历史遗迹而已，不像有一些殖民地哈像在印尼啦、印度啦、东南亚啦，还有包括菲律宾，因为他们的一些外国的欧洲的殖民好几百年，所以他们的文化就连语言都被影响到了。你看菲律宾现在都说英文，对不对？因为美国后来殖民嘛，还有包括西班牙文也一样啊。那我要讲的是，用这个故事去对照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驻扎在，就是分配土地在迦南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我们知道38年过后，1662年左右了哈，郑成功来了，带了从厦门带了一大堆从唐山来的兵，然后把荷兰人赶走嘛。这些故事大家最近应该会常常听到。那个时候，郑成功本来是要反清复明的，准备要反攻大陆的啦。不过很可惜，历史的演变就因为郑成功没多久就过世了，所以由他的儿子郑经来接班。那发现说已经没有那个气势可以反攻了，所以他们就准备要经营台湾，特别是在南部这个地带。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军师，或是他的大将，就是陈永华。陈永华，我们知道在安平那边有一条永华路哈，在纪念这个陈永华。他们就开始说，那不行，我们总不能老是要备战没有吃的怎么办？所以就把这些军队各队分配到台南平原还有高雄各地去，一边驻扎，一边在那边开垦，那边种植了。所以他们就一队一队过去。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南部的地名都跟当时的郑成功的军队有关。你看新营啊、柳营啊、小新营啊，其实营的部分就是军队的意思嘛，高雄也有高雄也有左营，对不对？还有右冲就是等于是这边右翼的部队在这边驻扎。那他们当然后来就变成住宅在那边种植开垦。那个时候呢，我们台南其实有很多西拉雅族的我们的祖先呢，但他们就势力弱嘛，没有武器，没有武力，所以就被迫全部的移居到山上。所以现在的玉井啦、南化啦、还有投射啦，我们的大内那些都是我们以前的祖先，原来是在嘉南平原就被移去了。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就是在10几年前发生小林村灭村事件的小林村其实就是所有都是当时的西拉雅族被迫迁到山上去。好了，那这个是民族开垦这个占走为王这种很多历史的一个必然的现象了我说的重点是说，这些百姓就留下来开垦。当然后来因为施琅听说带了军队来把这个郑氏王朝攻灭了。后来听说很多兵又被带回去中国但是已经变成平地人就留在嘉南平原了。现在我们要去追索那个历史遗迹你现在可以到高铁附近，我们这个台南的科学园区那边有一些原住民的那个历史博物馆，因为那边看到很多遗迹，就是这个意思。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对照以色列百姓，他们也是这样子到各地去屯垦的。那重点在14世纪第1章所提到的，还包括我们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说原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得罪了上帝。2章6节开始记述了那个约书亚过世他说约书亚就遣散以色列人民，他们就各去占据自己分得的土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民都侍奉上主。这个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是他们经历征战的，他们还能够安心的或是忠心的跟随来侍奉主。但是问题来了，
他死后，一个领袖离开了，还有一个缓冲期，就是那些看见上主为他们以色列所行一切奇事的长老们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侍奉主。然后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哈。好，到这段好像还相安无事了哈。但是第9节以后有开始变化。他说，约书亚被安葬在自己的土地，就是他们被分配的土地，就是迦实山北边以法莲山区的亭拿西拉哈。好，我们可以看见说，约书亚他在临终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后面，对不对？24章提到说，他用一个非常诚恳的意思来招呼所有的长老来说，他讲了一段他们出埃及的故事啊，他们祖先的故事，然后最后一句结论就是我们非常出名的一段话。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好不好？来，预备，来。好，约书亚好像很谦虚哦，他不讲说你们都要，他就一种宣告说，我和我的家，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约书亚在那段经文还这样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好了，在这种你们自我决定的时候，它的结果是不如与约书亚的预期或是期待。啊，就像我们读的经文哈，这样报告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的信仰状态是什么？第一个，约书亚在世，以致他死后，那些经历奇事的长老们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侍奉上主。换句话说，这些长辈、这些领袖还在的时候，还 handle 得住，哇，就大家乖乖的听。但是心中已经慢慢被什么？被产业、被在地的文化已经腐蚀了。所以呢，这些约束、这些长辈都离开了，问题来了。这句话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第二点，以色列的下一代不知上主为他及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哇，不知道。你会想到说，为什么会不知道？不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呐，哈。知道就不会忘记嘛，那不知道就麻烦了。就像我们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台风来的滋味，因为已经1000多天没有台风登陆啊，大家看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这些登陆大家要小心了。以色列的下一代不知道上帝所做的奇事，而且还怎么样？不知道那公公还没事了，他们竟然得罪了上主，开始拜巴力。那显然呐，他的周遭，他们这些百姓所受的影响有多大？他们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离弃上主去拜别的神，因此上主向以色列发烈怒，不是小小的怒气，是有行动的怒气了。他怎么样来惩罚以色列人呢？第一个，把以色列人交给四周的敌人，反正就好像孩子不乖我把他带去警察局说，警察我叫不起来，拜托你来教他。前不久不是有一个爸爸嘛，他孩子去贩毒了，他就带他去会面的时候，就跟警察说把他关死好了，他已经没办法救了那种感觉。那上帝竟然他的怒气怒到这种程度，就是把他们交给敌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力气抵抗。你再怎么有智慧有能力再强大，一旦好像被锁住了，就好像你的脉被锁住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动了。第二个，以色列人每次出战，上主都敌对他们。哇，敌人已经很厉害了，在上帝也跟他们敌对，那你还打得过吗？所以他们就遭遇了极大的苦难。哇，听起来实在是很玩弄，对不对？好不容易上帝那呵护，好像母鸡带小鸡从埃及带到旷野又经历好多苦难，然后好不容易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了，哎呀，成功了，有产业了，我们有自己的家了，还可以盖永久的屋啊，
因为他们都住在旷野都住帐篷，对不对？好啦，照理讲是安居乐业，一片荣耀光彩，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荣耀上帝，你带领我们那么高兴，那么好，应该是荣耀神才对啊，教会大复兴才对啊，没想到完全不是这回事，不知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去思考，因为圣经没有记那么清楚，你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在于这些进入迦南地的百姓，他们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的软弱。我们再先把这个描述一下以色列人的3代信仰。第一代百姓，他们受埃及的侮辱、欺负，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受操练。我们也知道，在旷野他们跌倒了好多次，对不对？去拜金牛啊，没有水喝就怪上帝啊，没有吃了就是埋怨呐，连摩西也被他们磨得，摩西摔拐杖生气了，连摩西也不能进入迦南地。你看，但是这群人知道受苦了，就磨练了信仰，将盼望跟意向传给下一代。好了，第2代百姓，他们出生于旷野，跟父母一起经历艰困的这个旷野的生活，持守信心，他们就跟随约书亚进入迦南地，而且有了产业。看起来第2代，经过苦难，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产业，那算是一个苦尽甘来了，对不对？一切付出代价都值得了，对不对？不过，我们就刚刚讲经文所记载的第3代的百姓，生于安逸幸福，为经历上帝神迹奇事，受迦南异文化的影响，与异族通婚，逐渐事实化，祭拜偶像，得罪上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的知识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家族都可以经历到这个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产业，但努力什么？努力耕作，努力想要得到更丰富，然后就疏于跟子女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好了，产业发达了，财产增加了，收获丰盛了，还有一群奴隶可以使唤，因为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外族人赶走啊。那后来又下一代又看到在地的女子就结婚啦，家庭啦，然后女的影响男的，男的影响女的。好，再来不用拜你们的上帝啊，上帝看不见啊。你看我们这个神明在这边明明显显，来拜他马上种地可以结果子的那些。巴力跟亚斯他录就是产业之神嘛，哇！大家这个时候刚好需要收获丰盛嘛，上帝在哪里？我不认识啊。但是明明拜这个神说可以得到丰沛的雨水呀，有得到非常肥沃的土地啊，糟糕，被腐蚀掉了，然后得到这种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在从这个故事去映照我们自己的家族我们要怎么样让信仰能够永续的传承？我们要怎么样超越像以色列人这种3代的信仰破产的一个危机呢？我们台湾社会台语的比较传神了台湾社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好业未过3代，好像看起来台湾人足落的呢，怎么老是富裕不会过3代呢？其实就是综合了好几百年这个台湾人的家族的历史，知道说，其实他们的经历，事业也好，财富也好，跟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传承都有类似的轨迹了。第1代吃苦劳累，没有什么好吃的；第2代一起经历辛苦，慢慢建立了产业丰盛起来了。第3代含着金汤匙出生啦，你们有听过一句话说“假挖中的不？就是
反正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反正就好像是必要的，就是必然的父母亲给我准备一切都是应该的，不会一点劳累的。好了，这个就是人性，不是谁对谁错，人性嘛。哎呀，孩子啊，我不希望你再经历我那个时候的苦。但是他没想到，他的成功就是因为有经历那些苦，对不对？那就不让孩子吃苦，你还要让他成功，怎么办？他不让你，他不成功，他让你败，所以好野袂过三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啦。咱父母亲唔甘囡仔去受苦去操练那大环境让我们受苦，我们不得不甘愿存在，对不对？甘愿去迎接那父母亲能够掌握，不让他受苦，那就疼命命、惜命命，唔甘，那不得了了。这个就是一种历史的一个循环就发生了。那我们看到好野袂过三代，在台湾有这样的俗语，表示说人性或是一个团体、一个家庭的成长，这个轨迹有这样的现象，才会讲出这一句话来。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突破？好像是一个魔咒一样，就是我们一起要努力的，或是一起要思考的。你有在座的可能，如果是台语教会出身的，会听过这一句台湾教会的一个俗语啦，因为台语比较传神，牧师讲国语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句话怎么说呢？台湾基督徒有一句警语叫做“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无明，四代你请我无赢，五代插头红满厝经”。大家看得懂台语意思吗？以前是念3代而已现在变成5代了。意思是说，一代清的是讲，都是很平稳2代就更有智慧、更清楚啦。那3代因为含着金汤匙出生了就是就是不了解了啦祖先努力打拼都忘记了。当初阿公得救的那种见证听得很腻了，耳朵都听不下了啦，就不管了啦，无明，然后又被这个社会影响了，到第4代连来教会都不来了。你请我无赢就是我还有更喜欢的事，去教会那个是上一代老年人的习惯我不用了啦，我在忙更好的事啦，更喜欢的事啦。那第5代就是已经像以色列百姓去拜别的神啦。插头红你知道意思吗？就偶像偶像鬼畜经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循环嘛，对不对？好不容易被得救的一个家庭，兴旺了，敬畏神了，然后没过3代就无名，就表示连上帝是谁也不认识了。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忙着增加他们的产业，忙着去找更多的工人来为他工作，然后把神赐给他们的能力失去了。那就是我们警惕的部分，因为这个不是你厉害不厉害，而是你的态度，你的对神的一个任务责任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些的应许，那我们就会更加的注意说，我怎么样让我的信仰，我好不容易第1代信徒，我怎么样让我的第2代、第3代更兴盛呢？更被神所祝福呢？第3代的信仰被超越，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的第2段经文，他说：“我要亲自教导你的人民，赐给他们繁荣和平安。”换句话说，一旦被神所教导，你就可以安稳的说：“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他要在被神所赐的繁荣跟平安当中。”有2段经文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在箴言19章18节说：“趁儿女年幼可教时，应及时管教，但不可过激，以致毁灭了他们。”若从我们做父母亲的角度，你对孩子的成长，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想台湾人很多都优先想说，我怎么样让他读最好的学校，哪一个学区是最适合他的。第2个
输人唔输丁，他去学英文，我也要让他去学英文；他去学这个，我要去学那个。才艺一项不能漏，补习要一个再一个，这个都是无可厚非啦。但是我们都会把一件事情放在最后面，就想说他的人格、他的品性、他的信仰，有空再来教。现在忙着，时间宝贵，先让他学这个。那问题是说，这种东西不能分开的。你如果已经被这个限制住了、辖制住了，你这个就失去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平衡的发展，属灵的、信仰的、知识的，还有智慧的同时成长，这才是基督徒最重要要注意的部分。所以他说，他年幼可教，父母亲什么态度，孩子就什么态度。你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去教会去得到这个信仰很重要，跟你去读书一样重要，而且可能更重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说一个能够有品格、让人家喜欢的人也很重要。然后这个成长就在你的家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轨迹。然后圣经提到说不可过激，或者说你不能将你自己认为重要的超过他自己能领受的，然后他就偏差了，他以后就反抗你。你越要他做什么，他就越不要。你说教会很好，他说我不好。教会信仰很重要，那是你家的事，不是我的事，那不得了了，过激嘛。他就是为了反抗你才不来的啊，不是他以为本来教会不好，教会有很多好朋友呢，大家一起玩得很高兴，但是因为你这样子，我就不要去，那多可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怎么样把它带领自己的下一代回到主面前，让神来管教，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第三个经文他讲得更清楚，箴言22章6节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不是说我们观念偏差都不让他来教会，这样我们就没有那种罪恶感啊，对不对？重点是说，我们真的是很努力要他来教会，但是我们的方法可能有一点过激或是不对。我们怎么样让他能够自己掌握当行的道？然后，当你欢送说：“孩子，祝你人生的旅程顺利，爸爸就陪你到这里了，妈妈陪你到这里。”他已经走上一条安稳的道路、平安的道路，不用你担心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升上小学3年级，我们教会就送他一本圣经，目的就是说，愿这本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一生陪你走到当行的道，不偏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从这些经文，我们是说从以色列的百姓受到警惕，因为他们曾经遇到很多的苦难。为什么士师一代再一代出来，对不对？他们就遇到这个很奇怪的循环呐。得罪神，神来教训，然后他们就失败了，被外邦人打得落花流水，赶快悔改，上帝啊，救救我们吧！上帝就发了慈心，说好，派这个士师来救你们，基甸呐，这些人呐，还有包括参孙啊这些，然后，平稳了，安定了，开始又，这个坏习惯又来了，又开始拜偶像。又开始离弃神了，神又教导他们、教训他们，所以好像3段，悔改，平稳，又背弃，又被处罚，然后又悔改这样子。哇，1次不够，2次3次哇，那么多次。所以基督徒怎么样领受这样永续的信仰恩典？耶和华的恩典，然后子孙蒙福呢？有2个小故事一起来学习美国的一个18世纪出名的牧师叫爱德华兹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非常出名写作非常就是当时也是美国教会复兴的领袖之一啊。他呢遇见了一个商人，非常有钱的商人，叫做主克士。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有钱人如果来信耶稣会更好，所以他就非常的客气的说，在圣诞节向这个主克士宣扬耶稣降生的意义，并且邀主克士说，我欢迎你有得到
财富，如果来信耶稣会更恩典哦，哈，邀请他来信耶稣。不过主克士的回答是什么？让我们很惊讶哈。这个就是爱德华兹哈，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哈，用油画写画的。主克士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去信你的上帝吧，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我一辈子也不会相信上帝。”哇，讲的非常不客气，对不对？哈，平常我们幸福教家开始的，对不对？我们邀请贝斯的，顶多他只是说啊，对不起，我很忙啦，哈，谢谢啦，哈，有空再来啦。没想到哇，这个有钱人吼，就率性了，对不对？他直接会拒绝，而且讲得很难听。他说又信誓旦旦的说，不仅我不会相信的，连我的子孙也不会去信你的上帝。哇，一个骄傲的生意人，骄傲的有钱人，他连一个温馨的邀请，爱德华兹邀请他来信耶稣，他就讲的那么斩钉截铁，有点像为自己的一生、一的人生、一的家族诅咒了一样。好了，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发掘呢？就是一代一代过去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在研究家族史嘛。那我在猜呀，因为没有看相关的资料，他一定想说，爱德华兹可能在他的写作或者在书里面，或者他的记录日记里面写到说，我曾经跟这个主克士传福音啊，他怎么回答我，才会有那句话嘛。就引起这个教授好奇，他说我来研究这个主克士他的子孙怎么样啊，就两个家族了，爱德华兹的家族跟主克士的家族，研究他们的家族怎么样演变。这个也成为一个论文的，很有趣哈。他两个家庭做研究对象，好了，他就发掘出爱德华兹牧师的家庭有信仰的传承。他说后辈受祝福，子孙有300位当传道人、神学家，100位教授，30位法官，60位医生，14位大学校长，3位国会议员，还有1位是美国副总统。他认为说，这个家族为什么这样蒙福，一定是跟他们信仰有关。当然，有人可以做别的解释啊，比如说好好的教育啦，啊，他们生在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什么都有。但是这一个学者研究说，因为他们有信仰的关系。好了，那对照组是谁啊？主克士的家庭，因为没有信仰道德，情操一代不如一代，他查出这个后代。我也在想说，美国人很注重隐私啦，这个主克士会不会是这个名字是有点代号的？不然的话，他的子孙要来抗议啦。他怎么说呢？他说后代有310位流氓啊，440位罹患性病，是130位曾经坐过牢13年以上，等于是重刑犯了。7位谋杀犯，100位酒徒，60位职业小偷，190位沦为妓女，以及20位商人。哇，不得了！这个家族哈。虽然你有传言，但是是一代不如一代，而且都是在黑暗的底层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否认说，那跟主克士讲那些咒诅的话没关呐，反正就是他们时运不济啊，或是他们家庭教育不好，你都可以解释。但是我们只能说，信仰对一个家族是多么那样的祝福啊，跟宝贵哈。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家族，是我们台湾长老教会的家族，这个叫做高长，高俊明牧师的阿公啊，叫做高长，长辈的长，这是高俊明牧师在几年前过世了哈。高俊明牧师的家族，他的第一位传道人叫高长，1840年出生的，他28岁来台湾，等于来依靠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可能结婚了。来到台南府城工作，他就想一个罗汉卡，就是还没结婚，想说来找他的姐姐，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但是职业都不顺利，而且生意亏本。他说本来在台南那个时候就很多庙宇啊，什么水仙宫啦、看西街啊，那些一大堆庙宇在那边，对不对？我们中西区啊，国华街那边就是了，就是台南最早发展的地区，要去拜神明，想要看运途会好不好一点。没想到说
有记录说他听到一个还那稿，那个时候就把外国人都叫还那，对不对？还那稿，也听到他们讲说上帝是真的，要拜他，神就感动了这位高长，他就信耶稣了嘞。而且不只是信耶稣，他当传道人，而且在1868年，就是大概台湾宣教3年过后，他就当传道人。当然没有很完整的训练，他就必须去守护那个碑头或是皮头，就是现在的凤山的教会。没想到被暴民攻击，大家很迷信的暴民攻击，而且被官府诬陷关入监狱，教会遭到毁坏，信徒受破坏，而且他被关了50天还好后来是因为宣教师借由英国的领事馆出面交涉说，那个是我们的产业，你怎么可以随便让暴民来攻击呢？因为当时的清朝的官可能也是不大喜欢基督教，所以就遇到很大的攻击。但是高长好不容易得着平安后来听说有赔钱给这个凤山教会，凤山教会准备要庆祝155年了，很快。好，那高俊明牧师后来有做见证，他说高长传道，他传下来的子孙有1000多名，在他见证的时候还剩800多个，他就是娶了盐前人叫做朱英姐妹当太太。盐前在哪边呢？我们青少年我们的提摩太前几个礼拜才刚刚去盐前教会盐前教会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希拉雅族的后代。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这个嘉南平原都被郑成功的兵丁占去了嘛？那些希腊雅族原住民就被赶到山区。那白水溪啦，还有关子岭啦，还有盐前啦，都是这一群人的后裔啦。但是神并没有亏待他们。我们是想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罗汉卡高长，娶了一个山上地区的一个姐妹为妻，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嘛，也没有什么高的教育背景，但是他们的家族怎么样蒙福呢？他说高长传道有5个儿子，2个当牧师，3个担任医生，有20个男孙女生还不讲有3位企业家兼工程师，5位牧师，包括高俊明牧师，有12位医生，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就是前的台大医院院长叫高天成第4代更不得了，4代后裔百姓有人才济济，作为牧师、医生、教授、专业人士。我们不是说这些社会阶层高的就是祝福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普遍来讲说，一个平凡人，因为得到这个信仰，神就恩待这个家庭。因为圣经就这么说你用什么道理来讲说那是什么办法？是他们哪里厉害，还是说祖先显灵吗？是神的恩待嘛？圣经是这样的应许嘛？其中有一位叫高丽丽，可能大家特别提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教会以前在读那个标杆人生有没有？直奔标杆，就是这位高丽丽姐妹翻译的。她后来在美国做了很多文字事工叫做神国资源为基督这个协会她翻译这本书，让台湾的教会受到很多的影响这个都是高俊明牧师他们祖先的后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说，当我们对神的敬畏，跟在主的道路，神就为你预备一切你所要的，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追求，然后上帝敌对你，那不得了。以色列百姓被敌对，还好他们是神的选民呢，上帝一次一次原谅他们呢。那你看得见上帝原谅吗？来得及吗？你看不见了，那不是悔恨吗？所以我们谦卑的跟神讲说：神用我的方法，我知道信仰很重要，但是不是用我的方式来强迫或是勉强，而是神的恩典恩待我们的子弟，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走在一个平稳的道路、信仰的道路，被神所触摸的、圣灵所感动的，然后他们一生就走在恩典的道路。所以刚刚我们是讲了一个台湾的教会的一个
俗语嘛，我们要把它翻转了哈，翻转一个新的不同的，我们期待能够突破一个新的信仰宣言，那个突破信仰的第3代那种魔咒。我们来读，因为也是用台语的，所以牧师练一句，我们一起练看看好不好？来，一代清，二代明，3代认真读圣经，4代迎旨圣神大运行，5代兴起教会大复兴。好了，这个是跟我们以前台湾人想要教会的人在说，一代清二代明，3代无明哦。我们希望能够翻转成这样的祝福啦。我们期待富强教会现在才47年哦，准备要进入第3代，你知道吗？好，我们第1代创设的教会的同工，我们这一群人大概是整于类似第2代，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样让神祝福下一代，他们真的是迎接圣灵大运行，能够兴起教会大复兴。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走在神的恩典道路，说到老也不偏离。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唱一首呼召的诗歌，这首诗歌可能比较不熟了哈，所以我要请在座